2025年3月份，与严永忠老师、何耀洲老师共同在嘉义市政府大厅1楼艺文走廊展出《微光岁月》，展期至3月1号到3月30号，已经圆满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欣赏。每一次的精彩展出都是一期一会，谢谢各位朋友前来欣赏，给予支持与鼓励，让我们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越走越远。展出已经圆满结束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